哦，自得其乐了，自得其乐了。你看这个啦，这个是一种程式呢，网络下载来的。你看，这从资料夹里面这个程式把它打开，就是这个啦。你看这个啊，因为简谱那个就是配合键盘，这是要电脑的键盘，刚好可以练习演奏呢。哦，还可以开启声音档来演奏呢，按左上角。第一项，这个是简体版的，所以字看不懂，别乱码。然后这个是开启的意思啊，可以听音乐呢。你看，然后想要练习的话，自己要练习的话，就用那个荧光贴纸，用贴纸就可以了。贴纸，然后我们剪成圆形的，剪成1/4。那你看贴上去，然后把那个简谱都写上去，有的点上面的高音的在上面点一点，低音的在下面点一点，你要点2点，你要点3点的了。你看，那个 C 有那个正常的，然后下面1点，下面2点，下面3点的了。你看，可以练习那个钢琴演奏呢。然后自己创作乐器啊，自己创作乐器来自弹自乐啊，自得其乐自己创作的人高兴可以增强免疫力啊，可以避免忧郁啊，赶走忧郁，避免忧郁，防忧郁等等，还可以增强免疫力，对肝脏都有帮助。艺术创作有时候会废寝忘食，要吃葡萄干，这个是水果，没有准备水果，要葡萄干，小塑胶袋分装包好，带在口袋，饿了要赶快吃葡萄干，照顾脑部血液循环，照顾胃肠，不要让自己饿坏了。你看可以放大，键盘放大，那个还可以看看有没有对应，按看，有对应呢。可以对应，你看键盘跟那个电脑萤幕上的那个位置可以对应，好多手音也可以听啊。通常都是一式一样的了，一闪亮晶晶呢。听熟了可以记住那个它跑的位置嘛，跑1就记1，跑2就记2，还有跑那个下面点一点的低音的呢。你看大部分怎么都是低音呢？再听一次，然后你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个就有简谱了嘛。如果赶得上的话，就把那个1、2、3、4那个简谱记下来，就可以自己开始练习了。自己创作乐器也不错了。你看用椰子壳啦，或者是用这个葡萄干的盒子啦，或者是用那个纸盒啦，硬的一点的啦，或者是用那个牛奶瓶的牛奶罐啦。然后这个盖那个铁路便当啊，铁路便当盒的那个薄的木片啊，还用那个胶带把它固定。这个杆可以用那个塑胶水管，也可以用木头的比较便宜的，或者是环保
省钱的原则了，自己创作了。然后这个线呢，可以用那个塑胶尼龙绳的，尼龙绳呢可以一条就分成十几条，然后小小的尼龙绳，一股就里面有十几条或者细细的尼龙绳，然后把它固定好。这个下端哦，用锯子把它锯开，然后可以绕那个绳子，绕绳子固定，然后这边呢，调整声音的哦，用这个笔哦，好像不太好用，可以用那个5金行买的啦，这个哦，这个你看问号形的弯钩，这个可以钻进去的，可以钻进去，你看连塑胶水管都可以钻得进去的，不然就钻这个是厨房用的那个保鲜膜缠绕那个纸筒啊，哦，可以钻进那个纸筒，你看，可以钻进纸筒里面，保鲜膜那个纸筒不够，好像不是很坚固了，可能会弯掉，或者是跑掉，或者是转久了就没有固定功能，各有利弊的。转在水管的要比较费力，不容易钻进去啊。然后这个绳子固定好以后，转紧以后，这个可以种2条了，可以分开。这没有固定了，如果有固定会更好，可以开一点，更分开一点。那木头或者是塑胶的，把它撑高，让它声音就不一样，放的位置不一样。放的位置不一样啊，声音也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杆呢，目前原则上是可以转哦，可以转，哇，转了，但是容易松掉了，你看。这个笔杆的容易松掉，声音就不清楚了。你看声音就不好听了。那这个木头的薄片呢，跟这个跟这个比较硬的薄片效果就不一样了。然后这个杆子要木头的比较长，你看，用这个弯钩，然后你看，用这个塑胶瓶，小的药瓶，那个装那个活龙药粉那个瓶子，然后你看，这个也是椰子壳没有拨瓣了，上面挖一个洞呢，挖瓣的就像这样了。挖瓣就像这样，像这样就一半了。这个也不错呢，你可以按手一按声音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哦。嘿嘿，自得其乐啊！自己创造乐器啊，自得其乐。哎呀，声音就好快乐哦，有声音就好快乐嘞。如果还会调音那更好，还可以学习怎么调音呢。